老婆，哎，好嗎？好嘞，你好，好，請我食乜茶啊？好。Chào cả nhà, tôi Quỳnh Nhiệm, người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tỉnh Hậu Giang. Tôi lại Đài Loan 22 năm, ông xã người Tân Trúc, tỉnh Bảo Sơn, sanh 2 người con gái. Đi mai mặc à? Mai nghe mai sợi. Tận hạ cái xa sự tổ cái yêu sụp cái à. Mai bữa. Dỗ chỉ cái à. Cái thiên à. Thiên này. Thêm nhà gì rồi? Thêm tàu rẻ loi này mất tiêu. Ơi, bu. Xong bu. Hai. Không khí của. Chẳng may thanh niên散步ấy kiểu ấy.老婆，小罗今天要不要去葡萄哥？ 呀，等下佢姐姐會帶佢去啊。冇講啊，未出邊。我要講過咧，我講今日我冇喊啦，佢姐姐講叫我帶。我88年嫁来的，以前我也相信很多台湾人，我跟台湾人相信很多事，就后来我跟我老公相信看到，他感觉他是文文静静的，看得顺眼这样子，那么我跟媒人讲，因为有媒人我说，这个还可以啊，长得很帅啊，瘦瘦高高的，蛮帅的，可是现在不一样。小贝，姐姐，来，还有什么吗？一起来。那边那个，我知道，蛤蟆跟那个丝哎，好，还有别的吗？哎呀，超好漂亮。来给你看到男生穿漂亮一点的。这100是了啦，150是哦。妹妹，我给你称300好不好？好啊。既然那呗。哎，黄130。哎，姐姐，多少？1620好。妹妹83啊。紅羊啊，你行絲啊，啲冇人絲啊。好。这下面来嘞。他就80块没有了。好，先放着，等下再回来拿就好了。今天多少？大概多少大概180。100。哦，是啊。价钱太高。价钱。哎呀。你要不要吃蛋糕？吃蛋糕。不要，这边不要买，等一下去那边很大摊。哎，这边是竹南中港市场，批发的大批发的鸡，我自己还来这边买，因为鸡他没有说送到我店里，鱼也是我自己来拿的，一个礼拜来拿鸡跟鱼要来3次，晒摊是他天天会送到我店里，因为我都一直在整路这样子在看我的需要的东西，久而久，哎，我感觉那一摊的比较实在。那价钱又比较合理，我就固定跟他拿了。哎，有时候我要带他出来给他看啊，我买的东西，他以后如果我在忙，他可以帮我出来自己买这样。嗨，姐姐。
来，我的账多少？6615哦。对。5、6。6150，好，好，好，谢谢。我看看我还要什么，我还要拿辣椒。我们中了是不是这种的？不是，你中了这种的。这种的。哎。加这个2个。这2个这个。然后黄昏大的你在干嘛？你要记我吗？没有，现在我要走过去了。好，好，好，谢谢，拜拜。他在台湾这几年来，刚过来的时候，人家有一点歧视了。刚过来的时候，当然台湾人拢当袂哦，看因无爱因啦。或者我以前的外国的什么家国来对因的印象有吗？哦，家国么总来聊天在一起，都埋下那种印象。其实未必啦，按你的对佢好，佢就对安尼好啦。我刚嫁过来那时候就政府不给外籍的工作，那时候我在路边跑香肠，卖香肠，卖鸡屁股，炭烤的。过后就有一个朋友，我老公的同学了，介绍到我们那个宝山糖厂里面上班，我就进去里面上班。可是我在糖厂工作之后，我都有在兼那个夜市摆摊啊，卖衣服啊，卖牛排啊，还有就每年的西瓜季节到，我都会卖花莲大西瓜这样。因为以前我在对面卖西瓜，就认识这个铁板烧的老板。去年8月份，他说：“哎呀。”你这家店太小了啦，我那边准备不要做了，不然呢给你租吧。你过去那边做，我东西很多，你能用的你拿去用。他们说做姜母鸭比较轻松，比快炒轻松多了。最近说那个什么武汉肺炎啊，大家都很怕，大家都不敢出来，可能少一半，赚不多，赚很少，甲伊讲阿爸顾身体咧，哦，本身说讲伊下种笋、种子都嘛很唔妥，假如安尼啦，常常啊，要做要涂涂啊。哎，后摆哦，学校机哦，来28，哎，嘛个车拖用做手诶，挨住分分，甲用甲山路做笔记，啊无。我问机嘛个，车边用嘛个，用钱手啊做手。用车边用钱手啊！哎呦，矮人你家就走跳啦，用做对咯。下次用钱手，做乜个用做手用做对咯。我上山好，还没脱好个呀。哇，这样给我女儿，想打电话给她下那么大的雨。电话没有通。可能出来了。
姐姐你到了。本来是今年就要我妈妈来帮忙，越南的妈妈来帮忙，可是遇到这病情哦，不敢来了。姐姐，这里面那个厨房里面有一桶沙拉油，提出来给妈妈。真的是给他去外面工作，真的很舍不得嘞。他之前都有去外面工作1个月啊，他说啊不要了，我回来还是回来帮忙妈妈比较好。他说去外面真的做很辛苦。我说对啊，因为刚开始他以为是外面工作很好，你知道吗？这边那他说我很会念他不想做。他去外面做1个月就回来了。他说：“啊，还是跟妈妈比较好。”他就没几个小时，有时候11点来帮我，到差不多1点多2点，他就回去休息了。晚上有时候他就没有出来啊，我一个人啊。好，谢谢。摆好，谢谢。来，羊肉在后面哦。炸好了，放香口米酒，哎。那个我那个隔壁外带的一盘，这盒子嘛可能装不完。隔壁那个公蒸排骨的那个厨师啦，他很热心了，每次我忙他都会过来帮我的忙，来你的，你开几年了？8、9年了，4年了，4、5年久了。他人还不错，蛮照顾我的，买菜还什么我都会问他。有时候我缺个2根葱会来接啊，对吧？我们在赶时间，要不然就煮饭煮烧焦了，有没有？我会过来接饭的。对，那互相啊，就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看那么忙，一个人那么忙又那么多人，有没有？然后我们已经闲了嘛，大家互相帮忙一下。有时候我在忙，他会过去看一下。它的味道，因为我们在煮的跟每个人煮的味道不一样嘛。很多家来20几年，要煮全部台湾味不可能的，它也是会有家乡的味道啦。那当然，它的味道比较妈妈的味道。但他来台湾这样，还有爸做生意很厉害了啦，不要说在家里煮啊，真的啊，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为什么那个隔壁那个老板他说我的有妈妈的味道？因为都是我那个我婆婆学的。以前在越南我不大会煮东西，来这边那家进来我婆婆家，我才每天就这样子跟她学习这样子煮，我才会煮的。西瓜糕买好吧？可能20几号吧，现在还不行，现在还不行进啊，可能20几号。忙到几点了？我先拿东西。是啊。那帮我丢这个外面去。瓶子那些帮我丢。瓶子啊，拿出去外面丢了。我
我上班是早上5点啊，早上5点我就要到工，每天早上4点我要起床了，弄西弄马，5点以前到公司嘛。以前卖西瓜，从前面大前面嘛，我一下班，摩托一骑，我就过去帮他卖西瓜，然后一直到他8月份才正式搬过去现在这个店。我有时间我就过去，就收起来啊，7万块啊，你啊，生意上做冇当好啊，加咁啊，半樣上去做安尼，讓人退休啊，幫忙做一點啊。我帶廚餘去餵雞哦。好。一下就來了。哦。來，我們店裡面的廚餘都是我下班回來有空就帶回來這邊餵雞，自己的雞在使用。老婆在那邊做小廚餘，又認識這個金源電子的人。說有這一塊地，你要不要順便養土雞？我老婆說，本來說自己養的雞比較好吃，她越南有沒有吃自己土生土養的雞啊，比較香啊，白斬也比較有味道啊。麥味市場買的雞，一般她都不喜歡吃。現在剛好正在生的時候，正在下蛋的時候，我平均2天來十幾粒嘛，差不多了，一天差不多10粒有了。因為這個不是生蛋雞啊，這個是土雞啊，不像生蛋雞那麼會下蛋，這種雞蛋比較香。榴蓮也有。哦，今年貴咗咧哦，飲下我18幾隻嘅哦。姐姐，我来了。哎，有什么帮忙吗？呀，进来帮我弄这个啊，香茅田鸡，帮我炒一下。炒好了弄出去，我来炒这个菜。弄好帮我端出去了。好了。好，端出去了。很多年前我就想把他介绍过来，他21岁那一年，我有一个信主的人，我带回去，跟我妹相信，我妹不要，又后来他就一直在拖啊，我24岁，我还有带一个人介绍给他，他也不要。等到他28岁那一年，我就骗他。我说，不然你现在来那个台湾工作，因为我这有想，我已经看到我妹去这个人了，我想好了，我心里我就准备好了，好，我再搬我妹过来工作，我叫我妹去追我妹这样子。就后来我妹还说，哈，就被他骗来台湾了。我的煮的东西一定要叫他进来看，我也不讲话。
反正你站在旁边看我煮就对了。每次他还偷懒嘛，叫他进来看，他还偷偷的给我溜走，不进来。都真的没有。你弄这样子就很好吃了，不用柠檬。来，你啊。干嘛？没有蘸那个鱼呀、没有拿小碗来舀，太多。很久没有吃香茅田鸡了。我好像嫁来那第一年还第二年，我想说，他们都一直在看到田鸡都不敢吃嘛，我想偷偷我自己煮，我自己吃的。他们看到我煮这道，他们说很恐怖啊，什么田鸡呢？现在可以吃哦，因为我婆婆家没有人敢吃。我煮我自己吃，那后来他看了，我说我叫他吃，他吃一口，还蛮好吃的，他才敢吃，以前他也不敢吃哎。要不是不敢吃，就是说，奇怪，怎么这种煮法？那照也是他煮的，这鱼也是他煮的。怎么看得出来？怎么看得出来？腌过比较好。在煮的菜我就大概看得到。妹妹，你嫁过来吃台湾的食物，你会习惯吗？习惯。不要说他习惯，很习惯了。像鸡油那些，我们越南没有啊。他来他，哦，好好吃哦，他很爱吃哦。还有臭豆腐那些也是啊。我刚过来，我还是感觉是没有那么好吃，因为我老公他还常带我去吃臭豆腐，因为他说这个台湾的特色。我吃我感觉还没有那么好吃，后来习惯了才好吃。我妹妹来第一次来，给她吃，哇，好好吃哦。豆豆那个深坑那边都是豆豆，看你是什么豆。来，你拿过来，我夹这个鱼给你吃，少蒜的，夹得到吗？不是，我自己那不是鲨鱼吗？钓鱼呀。呀？哎呢？我不得吗？啊？nó sức hồn hả? Hồi sức mà? Mó? Mó có theo à? 本来是我妹是叫我老公跟叫我叔叔跟婶婶，现在我们降级了，他叫姐夫、姐姐跟姐夫。我被降级了，以前他叫我婶婶，现在变叫姐姐。还要吃饭吗？好了，带来做。没关系啊，吃多点，吃饱一点。Alo, mẹ làm gì ạ? Ngồi chơi. Ăn cơm chiều chưa? Cơm rồi. Bé đang làm gì bé ăn? Được không? Kêu mẹ đi. Mẹ. Dạ. Không đông á? À, Ồ, kinh khủng à? nè, ghé ốc kìa. Có biết không? Bài phụ à, cái gì hello à? Trong tháng không chứ. À, Về ngoại chơi nè. Về ngoài chơi是外婆叫我一起玩啊。他说回外婆家躲一躲。那个宴客
那个当天我妈妈才看到我老公的，她说你确定嫁给他吗？就这样子，她只问我这样子，后来她就什么话她都没有再讲，上来吃饭吃一吃，偷偷的哭，讲啊讲，我来台湾我还不敢跟她讲哦。我到台湾，我才打电话回去，我说妈，我已经到台湾了。她好生气哦，她想说为什么你没有给我去机场送你呢？我说我怕你难过啊。真的我妈错，我怎么那么狠心，连去机场送我都没有机会。因为我那时候打电话回去给他，他真的他已经崩溃了，你知道吗？我说我已经到台湾了，他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没办法再讲话了。大嫂，哎，你还来啦？对啊，只有一个人回来啊？对啊，他们都上班啊，是啊我老公睡觉没有空。这个是我小姑啦，我老公最小的妹妹，她今天回来，我叫约她回来，就整理我婆婆的东西那一些啦。哎，老妈还很多东西要整理啊，我不知道怎么整理，你今天呢还来帮我看一下。整理啊，啊，看要怎么处理那些东西啊。那有些衣服好的，就把它那个捐给那个像那个什么慈善机构的啦，给一些需要的人穿啊，这样会比较好，不要把它全部丢掉啊。嗯，好，你看啊。好啊，那我来帮忙整理啊。我老妈前2个月开始了，她刚去世嘛，前2个月开始说不大爱走路了，经常会气喘，就这样子而已。舍不得当然会舍不得啊，我2个女儿都是还带大的啊，讲实在话，真的走是早晚我知道早晚会发生的事情，那没人怎么办？安详就好了。我也希望我以后也这样。真的很舍不得，我也很，说那天我在店里哦，说我二叔打电话来说老妈走了，我还不相信，我说这怎么可能？他说真的老妈走了，我的回来真的看他还坐在轮椅上面，你知道吗？还人好像还很健康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说怎么可能这样子就走？啊，我真的不相信。其实妈妈走了，真的很舍不得。我妈妈身体状况没有很好的时候，她就一直在念我姐姐的。其实很多东西可能真的是已经就是有那种预感。前一天我有打电话给我姐姐，就是说，因为那个莎莉有跟我讲说。就是说阿妈不大会吃饭了，后来我就跟我姐姐讲说，老妈子不大会吃饭了，然后吃的很少，然后我姐姐可能就很担心，然后她那天早上她就很早就回来了，结果她回来，我妈妈就剩下最后一口气。可是就是她眼睛就是已经睁不开了，然后我姐姐也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就推着他出去啊，就夫妻来上说都推他出去晒太阳这样子。结果推到外面去的时候，我二哥刚好他就下班，然后就从走廊那边要走进来，他就察觉到我妈好像不太对劲了。我二哥就跟我姐姐这样讲说，老妈子走了。然后我姐姐他们就吓到，就觉得不敢相信这样子。其实
我妈妈她这样子真的算就是这样很自然就走了，很自然的就走了。我妈妈对每个媳妇都超好的，真的对每个媳妇都超好的。家事啊，几乎都是像他们上班下班回来，我妈饭菜那些都煮好啦。对啊，其实做我们家的媳妇也是还算不错啦。所以说当我妈的媳妇啊，真的算是不错。真的，我讲说，我其实也蛮幸运的，很多家来也是婆婆真的对他们也不好了，可是我婆婆真的对我真的很好。我有一次我还有带我婆婆回我娘家，去那边什么都不懂，语言不通，可是跟我回我娘家这样子，她这样子辛苦顾她的孙女这样子，我妈妈就放心了。我妈说哈，有这个婆婆，她也放心了。她说我婆婆太好了。哎，老公，你没有上去帮我拿半子菜？以前那个县乡长他就比较会照顾新住民，他叫我们成立一个新住民协会。对，后来我们有一个协会的会经常出来参加这个活动啊，因为他们也介绍，新住民就会来这边打中午这样子啊。之前就有12个，可是前几天我听到好几个。他临时有事情没办法参加，不知道今天不知道有几个。以前啊，打中午咁多年談些打中午嘅乜嘅意思？其實我話唔啲，就沖射呢個打中午哦。英國睇咧，日本係話打中午就講嘅新民撈戰，啊人啲車，甚至村啲車，家下人用行路幫田，啊嚟村頭村莊，嚟村哦，輪羅馬沙，哦經驗穩開哦，開單哦，開家不卡，準備嗰種飯煙啊，冇做米粉啊，冇做雞酒啊，哦用嗰種米羅啊，按開到北宮下去，哦，但呢度人工薪條嘅人下面啊有限，免費嘅哦，唔是錢哦有限，按嘅大家按能老嘅用愛行我哋村頭人有限，按漁村下頭打中啦，我從小就看睇啊。应该可以去载了吧？好了吧？真的啊？今年过一个人啊？他们本来报名了，但因为小朋友怕那个肺炎，然后就都没来啊。是啊。对啊。
这样子吧。你看就靠边边一点，不会洒掉吗？这样会洒掉。不会，那个汤这样子。我到时候要一再一样，因为现在太多了要过。那你帮我签一下。我第1年来我就知道这个习俗，可是我没有参加打中舞，没有参加跳单过，因为那时候我第1年来，我老公就一直在带我，哎，来这边你这样子很热闹，他就一直介绍这个我们的宝山啊，台湾的就有这种的活动啊，他就会介绍，他还讲，我就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也看到我婆婆每3年会准备一担跳出去给人家吃，有时候他忙哦，他准备好，他会叫我们帮忙拿出去给人家吃，就这样子。我那时候我来第1年我就知道，可是后面我跳担就是我为到新住民的姐妹我出来的，说我们新住民一定要出来，这样子跟大家融合在一起。我拿我的勇气出来给姐妹看，后来就慢慢第一次只有我一个人出来跳担，然后后来慢慢的很多姐妹看到我这样子出来，她们就会跟着出来，就感觉很好奇了，因为我们那边没有，来这边就很好奇。因为那天我弄一个油饭，那个糯米饭，还有那个贡丸萝卜汤，因为这次大家就怕那个武汉肺炎呐，大家就一直在退啊，不要出来啊，就只有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好，现在呢，看你挑担食这个活动啊，就要在乡长这边呢来正式的来启动喽。好，来邀请我们的邱乡长来欢迎大家。好，所有的乡亲长辈、好朋友，宝山乡2020年文化活动10福正式开始。好，正式启动，100人跳担，1000人10福，2020宝山乡打中舞文化季跳担10福活动正式开始。好，谢谢我们的邱乡长。看有点装啊。对。我吃了，我吃饱了。建设房屋这个好，正对了，正行了。非常的谢谢，旭峰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哦。小空空红烟动。这样才会突突的。整个来，我们看，好看吧？哎呦，那个往后面带这样啊。哎，不错不错，可爱。要不要买花衬衫？你呀？我说你。我不要，我不喜欢穿太花的。只是配黄，它不是黑色哦。对啊，而且这个不。对啊，不好看的这个。你们没有挑到你们的衣服吗？没有喜欢的。你可以穿这一件。哪一件？这个因为这个有袖子，它算到这边啊。哎，对啊，对啊。好，赶快去。视频。看出来。哎，可爱。喂，很可爱哎，在里面配那个背心长一点的，就这个套外面的很漂亮，穿牛仔裤。牛仔裤。嗨，你去试试看。没有背心。有扣子的，真低低的，可以先扎前面就好了。对，不要穿松紧带，要穿那个有扣子的，对，这样会比较适合了。看一下。我这个2个小姐，我辛苦我也为了她，我还安排时间。像那个以前小时候，我什么忙还安排礼拜天会带他们出去玩。可是我叫他们也蛮严格的，因为他们的内向也是我造成的，
如果他们以前那小时候讲话太大声的话，我不准他们太大声，连走路有声音我也不喜欢。我说女生不可以这样子走路。好，来，谢谢。好，谢谢。来，妹妹来。好，谢谢啊。谢谢，拜拜。拜拜。等一下要吃什么？我一定要喝咖啡了，妹妹。喝奶茶。没喝奶茶啊？好啊。还有吃的啊？看啊，等下看那要点什么来吃啊？随便，喜欢就好。你可以把奶茶移过去，好明亮。好明亮。看，这是什么手势？不知道。现在他们跟我相处时间的很少，可是我会找，因为我想说，我想要跟我女儿培养的感情嘛，会久久会跟他们约去喝下午茶，还是去哪里吃什么比较特别的东西，就这样。对啊，刚才买衣服你最喜欢哪一件？我喜欢绿色那一件。绿色的。肩带绿色的那一件衣服，对。那咖啡会苦吗？会啊，妈妈没有加糖，也没有加奶精。要吃吗？不要你吃。还好啊，不是很甜哦。我也想自己做提拉米苏。会做吗？不会，做了应该不能吃吧？上次不是妹妹有做过？没有。妹妹上次做什么？上次你做什么？我是有烤饼干。不是还有做什么蛋糕？千层蛋糕。好吃吗？不好吃。真的。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然后巧克力。好 ，OK。哇，这个小姐怎么那么会撕？因为很多汤面前。好呀。这里是宝山乡新城社区，因为我们那个新住民的姐妹我约他们今天来，做这个爱嫂包送给那些独居老人。你那个皮是艾草吗？对，爱嫂的。哎，好像太大包了，再弄。我想说包大一点，你懂吗？我想说，哎，太厚的话，它可能就是蒸比较久。弄薄一点是吧？是不是弄好了要放在这个上面？对，哎，要蘸，那弄好要蘸那点点油，那什么蘸？用手蘸吗？不是，我们蘸在那个哦，那个上面比较薄，要包的漂亮一点还是怎样？甜美感觉弄漂亮啊。是怎样？尖尖的，是圆的，尖的，这样子是吗？尖的，对。就很多人就包尖尖的。把这屁股这边捏好的地方放下面，这样有没有？这上面会比较漂亮。这个你不要包太满，你这样你会受不了口。是啊，不要放太多了。你那可能太大太厚了，太大，弄薄一点点，薄一点。我看它的差不多是对，这样就差不多。这样可以吗？
是的，收口放底下啊，然后就这样捏。哎，你怎么捏？其实是不要做太大颗了，没关系，是，那可以吗？可以的。这个纸要斜的啦，要放斜的，要放斜的，对，放斜的。我们都放正的，对，放斜的，这样它才哦，那个东西是放斜的，那是长度，对。因为我以前我家来台湾很辛苦过了，我才想说那一些新住民也跟我一样，跟我以前一样刚过来，那时候真的很辛苦。我一家一户这样子找那些新住民姐妹，因为他也讲说，我老公可能不愿意，我婆婆也可能不肯，我去说服那些老公跟那些婆婆，他们说，不行。跟你们这些人呢在一起就会教坏他们，就这样。我媳妇都很乖巧了，还跟你们一起就会变坏。我也跟他们保证说，如果参加这个协会哦，你媳妇变坏的话，我会负责。我老公会生气啊，你干嘛每天晚上还去跑出门呢？每天的几乎今天跑你家。明天跑那个家，明天就跑那个家，我老公会生气。我说，你不要生气，因为我想说帮助他们，我要努力，给他们看。我是来自宝山乡新住民关怀协会的理事长毕信王林凤理事长。我跟阿燕认识7到8年了。阿燕除了就在这个协会，阿燕在这个协会里面发生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呢，她会一起来推动这个协会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姐妹们来这边，然后一些人生地不熟刚来台湾呢，她会在这边的话会起到一个大家互相来去做一个沟通，然后甚至呢，办活动，比如说烘焙啦，或经常做这些点心的课程，他都会来参加。那因为以他在台湾生活快20年的生活经验，也可以把这一块跟姐妹们来分享。那同时呢，他也会协助到说，比如说我们做好这个点心呢，也会一起，然后发送给一些独居长辈。来，手上这个给你啊，我拿这个。好，我们走了，走了。阿爸，你讲到这个了。这关怀协会新住民走的财报。好，阿爸，谢谢。好，苏梦玉。再见。再见。嗨，再见。阿爸，来看你嘞。做好了。好，阿爸做。阿爸，你从那弄两下血压好吗？好。两下血压。好嘞。180人啊？180秒诶。对啊。又好够呢，要是血糖他们会量。阿爸，好，再见，好。我以前真的做事没有停过的，人家做8个小时，我可以做16个小时。我朋友一直在笑我啊，要钱不要命啊。我老公想说，可能我那么爱钱干嘛？他说钱够用就好了，不要做那么辛苦。其实我不爱钱，我要赚钱。我说我有能力，我赚钱，我是帮助没办法赚钱的人，我不是为我自己而赚钱。姐姐不要做那么辛苦，做好就好了，不用做那么累。妈妈，谢谢你从小到大都让我们衣食无缺，希望你能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我爱你。谢谢妈妈这么努力的赚钱，然后养我们，然后工作也很多，如果可以休息的话，那就早一点休息。谢谢你，我们很爱你。阿言，我这一辈子这一生，只有你，不会有第二个。